羅馬書第6章。按樣，我哋愛樣辦講呢，我哋做得繼續生活在罪嘅地步，來本上帝嘅恩典增加嗎？當然做唔得。對罪來講，我哋已經死脫，我哋樣辦做得繼續生活在罪嘅地步呢？你哋敢唔知？我哋兩世里來同基督耶穌結連，就是兩世里來加入佢嘅死嗎？同個世里，我哋已經同佢共下死，共下埋葬咧。這是為咗愛本我哋過新嘅生活，像天堂嘅阿爸用佢榮耀嘅大能，使基督對死復活同樣。那是我哋留基督合而為一，建立佢嘅死，我哋天主也會留佢合而為一，建立佢嘅復活。我哋知，我哋嘅舊人已經同基督共下當十字架，係愛毀滅我哋有罪嘅身體，本我哋唔會再做罪嘅奴隸。因為人一死就脫離罪嘅權勢，我哋那是同基督共下死，我哋確信我哋也會同基督共下生，因為我哋知基督已經對死復活，佢唔會再死咧，死不能再控制佢咧，佢嘅死係同罪切斷關係，一敗就圓滿。佢立下上等，係為上帝來生。同樣對罪這方面來講，你哋愛看自家係死脫嘅，總係在基督耶穌嘅生命地位，你哋係為上帝來生。所以你哋為死嘅身體，唔好再本罪干渴，去順從身體嘅情慾。你哋身體嘅每一部分，也唔好向罪投降，去做邪惡嘅器皿。顛倒，你哋愛將自家獻本上帝，像對死復活嘅人，將貴嘅人奉獻本己，做公義嘅器皿。罪天主唔會干涉你哋，因為你哋已經唔係在法律底下，係在上帝嘅恩典之下。按樣來講，因為我哋冇在法律底下，係在上帝嘅恩典之下，我哋就做得犯罪嗎？絕對做唔得。你哋敢唔知？你哋做人嘅奴僕，就愛服從主人，服從罵人，你哋就係佢嘅奴僕。這就係講，你哋做罪嘅奴僕，結果就係死。你哋順從上帝，就常做義人，感謝上帝。雖然你哋是做罪嘅奴僕，總係這下，你哋一心順從所傳本你哋嘅教訓，你哋已經對罪中釋放出來，常做義嘅奴僕。我講你哋唔了解我嘅意思，正用普通嘅理由來對你哋講，頭擺你哋放縱情慾，違背法律，做罪嘅奴僕。這下你哋愛將自家貴嘅人獻做義嘅奴僕，本你哋常做聖潔，你哋做罪嘅奴僕嘅事，你哋唔接受義嘅約束。你哋這下看做見守嘅事，這事做了，結果得到乜嘅好處呢？不過係死天天。這下你哋已經對罪中釋放出來，常做上帝嘅奴僕。結果你哋將生命完全獻本己，所屬成嘅就是永生。因為罪嘅代價就是死。總係上帝所賜嘅恩典，就是本我哋
同愛豆嘅主基督耶穌合而為一，來得到永生。